听众们，好来，大家各位，你们知要看过这什么物件无？慢呢，刺激感，对，这感冒药啊，你已经叫做，这应该是一个扛棒对不？这是就是古早的假药包，加油！每一个家庭拢总爱有的假药，等于是行动的西药房。啊，我请这个来借问者，陈丽君，你是什么病过身的？屁股喘，啊，第一遍啊念黑菇扫，黑黑菇扫对吧吼？啊，你知影黑菇扫，咱较早吼，是毋是毋捌字是毋是足多？对，啊，你写字伊嘛看无，所以爱安怎？要用画啊？爱用味啊，这个互你用，昂啊！这个总共有8包，背包，多一包是食黑菇扫，互你用。我看者黑菇烧哦，这有虾啊！系啊，这有虾啊，黑桂林啊，五菇啊，五菇叫啥物？扫手我啊，俩做黑菇扫，还有注意哦。有呢，啊，这你若无用台语念嘛念不出来。对啊，原来因为看到就开始谐音梗了。对啊，黑菇烧啊，有关呢。这就台语吼会趣味的所在，就是这样。加大心呢，大家拢毋捌字，但是咧，你用画红啊，甲看红啊就知影讲，哦，原来这就是食黑菇扫，对吧？哦，啊像这画红啊，对吧？吼，这是头壳底发烧，啊这啥？啊，其实较早画红啊，咱即摆咧去上吼，拢爱用这，咱即摆去上。哦，这个听。哦，对。三连拍。人伊早人就想着，替咱想好啊。这样就咧打卡。哎，对。哎，这物件，听我讲恁拢毋捌看过。好来，第一件这是啥物呢？哇，这是是记打，这支有错无？这个足粗的，哦，还有喇叭的哦。这种乐器，喇叭，分风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讲安尼，已经对，已对，经对。你分红，啊，煮菜，你香茶香水，不是？还是古早是爱吹头毛的，对哦。安尼吹好大。安尼啊，安尼。有声，有声无风，把布。这较早就是船的喇叭。咱咧搬船咧驶船中间有当时啊，若起雾，船头前就看无啊。啊，伊讲来到港口，是毋是爱二喇叭者？无等下小帮。迄船啊，咧小帮，毋是像咱赛车讲随打动啊动的做，船是啊，伊咧行中间，你若要动哦，无要紧，所以伊爱先有喇叭，对吧？吼，啊，这就是气，咱讲属于气笛。喇叭，我是希望你看。好诶，准够啊，安尼有无？伊这个生迄个气的。是啊，来，你来试看嘛，来。你唔知摇开无？准备搞，准备，真甜呢，哎，准备搞啊，准备搞啊！准备搞了。大船入港咯！哎，这当练 muscle 哎，练 muscle。系啊，哦，安尼恁知影无？我知。哇，这里这第一项的哦。哎，到今嘛够有钱，够香诶，够料就好了呢。这日本时代个老个金啊。哦，安尼足久啊。第二项嘛要互恁用，嘿，这啥物件恁看有无？看望远镜吗？ camera 啦，我知道，camera。钓鱼啊的啦，啊，钓鱼啊，是不是一种笑？伊讲这钓鱼啊吼，是安尼，迄外形有了有成啦，有成，啊，但是实在用途毋是钓鱼啊。嘿，就是唔对吧？是安尼摕咧安尼。看电影的。哦，这钓，这安尼，还个钓。我看见有风船，对，我在吹头毛的。唔是啦，我在打电话。哦，你敢在吹头？啊，你袂用迄支戴森吧？上在呆着。这较早阮做兵都要准备这样，哦，这边发电报诶，万不因这吼，种拐有人要拍过来，这就有警报器，对啦，哦，通通警报器，
空袭咧用的。哦，因为咱一般空袭的吼，是咪第一个对伊电力的设施先甲拍掉，就无电啦，无电，你讲迄个分局派出所有迄个有情报器嘛无效啊，听不见，所以要用手的，要用手干。再来嘞，一个就倒下来，一个就倒下来哦。哎呀，点如来如嘛对吧吼？给你。嘿啦，安尼厝边头尾就就知啊啦。赛车，这个器材来嘞。好强哦！哦，我有大声哎，人就知啊嘛。或者，和你有啊？越来华，就是。家里的酒干那话呢？越南话，这讲是卫生棉。就对啦。哦，你来，咱袂前年就和你有着。真的哦，你会知？你有对啊？你都你都用越你都跟你用这？你几岁啊？你讲些？我去找回去。这个啦。你念看下这写啥？台湾总督指令第704号，所以这是日本时代的你用的台湾总督府伊发的一个证明，讲你会使你这个物件，会当入来，离台湾那边会当卖哦。会当卖。啊，这越南话是有影是伊咧讲无？都没有着。透开内面是安怎？我特别有你看吼，哇，真正啊！这是茶包吧？是棉这泡棉也这边那坑，是那坑，阮大个甲摕泡烧水甲啉掉。你好秀嘛？你讲看啦。这个形状无啥这对。校长你会当示范互因看哦。你早起咱咧用咧啦，用咧。 20块以啦。前嘛无讲啊，这就是用用拍里边啦用。拍入去，啊用吸的，也吸迄份。这第一代第一代卫生棉，系卫生米条啦。哦，这真厉害呢。哎，和你有这啥物件？拍乒乓的。系对呢，拍乒乓的呢。哦，你讲安尼个，真好用哦。这衫，这衫无只细领吧？跟啥物有关系啊？这是用食的对无？甲食有关系对无？不是，啊，我知影是嘛是甲钱有关系。哎呀，就是对方面和你有着。哦，哎呦，唔对啦，敢若是咧分严格的对无？分严格啊。咱即摆拢纸钞较侪啦，抓票，但以前拢是圆角啊，啊，圆角啊真侪，你啦一盖一包哇，伊迄个生意人哦要算哦，足麻烦的，所以就用切的，啊，切的，啊伊即摆切中间伊就走入啦，啊伊走入因为伊有固定的一格，这总共是50克，切好了就50哦，个，切的就是50个。 50个啊就倒落，50个倒安哇，哎，嗰尼，个是巧的呢。哦，你这个你啊算甲甜甜算对吧？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咱今日教室的上课到这为止，班长来。大家开开哦。来，敬礼。多谢老师。哦，多谢各位同学，谢谢。